喺香港，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嘅過程，既有挑戰，亦有機遇。非華語學生除咗要應付日常嘅溝通，仲要喺課堂上掌握一啲較為學術嘅中文知識，例如要理解一啲相對抽象嘅概念，又或者係較為複雜嘅詞彙或者句式。對於好多非華語學生嚟講，學習中文可能係一個挑戰。事實上，香港呢個城市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咗一種獨特嘅優勢。佢哋處身喺豐富嘅中文語言環境，處處都係活生生嘅教材。從街頭文字到社區互動，從課堂支援到多元教材，非華語學生正逐步將語言挑戰轉化成成長機遇，開拓通往本地社會與文化嘅大門，為自己嘅未來創造更多可能。今日好榮幸邀請到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梁佩雲教授接受我哋嘅訪問，同大家一齊探討下香港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嘅情況。Hello， 梁教授你好啊。從你嘅研究或者係教學經驗嚟睇啦，現時嘅香港非華語學生喺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嘅？如果講係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呢，我就覺得其實係有啲特別嘅，因為咧喺一般嘅學校裏邊咧，就中文科就係中文科，就係中國語文科，就好少咧就特別話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呢個科目㗎。咁所以如果咧非華語學生係喺一般嘅主流學校嗰度升學嘅話咧，其實佢就可以好似一般嘅香港土生土長嘅學生咁樣咧，係學中文科咯。咁但係咧，我哋嘅中國語文課程裏面咧，又註明咧係有一個第二語言嘅學習架構。咁變咗咧，學校咧就有即係一啲自主性啦，可以咧係去調節學生嘅學習內容，令到咧即係非華語嘅學生咧係通過第二語言嘅學習方法嚟到學習中國語文科。咁但係最終嘅目的咧，又希望佢哋咧可以融入返主流嘅課堂。咁所以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呢個課題咧，就係一個無論係老師啦，或者係研究者咧，一個好關心嘅議題。佢哋喺課堂內外嘅學習動機同埋表現係點樣嘅？嗱，先講學習動機先啦。如果嗰啲題材啲學生覺得冇興趣嘅話咧，佢就唔會投入啦。咁有時咧，啲活潑好動嘅學生又會同老師打對台。老師講東，佢哋咧就應西咁樣，對課堂秩序咧都構成好大嘅影響啦。如果嗰啲教學嘅題材係能夠引起佢哋嘅興趣嘅話咧，其實佢喺個課堂裏邊嘅收穫咧係會大好多。譬如有一啲族裔咧，男女嗰個距離咧就要即係保持遠啲嘅，即係變咗咧，老師喺處理課堂教學嘅時候，都要有一種咁樣嘅文化差異嘅敏感度，咁去安排活動嘅時候咧，亦都唔可以勉強，一定要男生女生一齊活動咁樣。我諗我哋翻去嗰個學習內容嗰方面先啦，因為咧喺中文科嘅課堂，有時以為淺易啲嘅題材，好多時咧都係圍繞翻家庭成員，譬如造句就係弟弟啊、哥哥啊，咁一係咧就係去公園啊、去玩啊，而咧個感覺咧定就係很開心啊、很高興啊咁樣，咁變咗咧學到嘅中文咧，其實距離佢哋實際要應用嘅需要咧係好遠，咁對中文咧就自然即係唔感興趣啦。咁而喺佢現實嘅生活當中需要用到中文嘅時候，咁佢又唔識喎。譬如你可能係普通嘅廣告啊、商品説明啊，咁其實佢哋都有困難，都理解唔到。咁我覺得其實係好可惜嘅。如果我哋能夠幫到非華語學生，特別係年輕嘅一代咧，係更加明白我哋嘅社會嘅處境嘅話，咁對於社會共融都會好有幫助咯。佢自己咧係好想學好中文，但係咧即係好似冇乜嘢入門嘅途徑，又或者係冇乜嘢可以俾佢哋發揮到嘅機會。咁我希望無論學校啊或者老師可以多啲從學生嘅實際學習需要啊，或者係可以提供多啲應用嘅機會俾學生去學習。